最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待付的长远。初见，或许好久不见，一点灵犀惊动尘缘。再见，为何心生怀念？发生在为你落泪之间。两全美景奈我眼，生水同你看，姹紫嫣红开有限。戏本戏头过经验，淘尽酒自言，再续经缘。最不忍忘川，并非长夜，而是破晓前好梦一瞬间。最不能忘却，并非流年，而是回眸的云烟。最不想留恋，并非人间，而是遇见你，划分这世界。最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待付的长远。哎呀，我好像闻到了危险的气息。你是狗吗？你怎么骂人呢？你才是狗呢！你真不准备亲自去送一下温暖？哎，主要是汪澜实在双伤感人，虽然他每晚8点都在逸夫楼自习室玩命做题，但这回我估计他科还是挂定了。苗大神，要是连你都不管他，他就真没指望了。逸夫楼。对，每晚8点，逸夫楼自习室。你，哦，我还生我气呢。这年头，道个歉都能被埋怨，我白龙啊，真是流年不顺。行了，你有品。我之前说你发火是我不对，主要是你那么一惊一乍的，我这心脏受不了。放心，以后不会了。哎，你有时间吗？陪我走走。嗯，好。你那天说……我那天你就当我脑子抽风了。没关系，被人喜欢也是件值得开心的事儿。谢谢你啊。不过我们都认识这么多年了，朋友关系根深蒂固，现在也转变不过来。我有那么惨吗？用得着你给我发好人卡？我是那么不干脆的人吗？这事儿该翻篇啊就翻篇。是，我是喜欢过你，但是呢，我敢说就已经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。再说了，
全世界又不是只有你一个好姑娘。其实吧，我也觉得我们更适合做好朋友。我可不想这女朋友没勾搭上，反倒搭进你好兄弟，多冤呀！对对对，你最冤了。但是啊，你嘴巴最好给我严一点。这事儿要是让我未来女朋友知道，我还追过你，那多丢人！那我就不活了，天天死赖着你。姐姐我英姿飒爽的，哪儿给你丢人了呀？哎，你这么刻苦，要当学霸呀？补考呀，只求及格了。对了，你复习没有啊？我复什么习呀？我白龙做题啊，向来都是听天由命。那你跟我走吧。干嘛去啊？复习啊，做题啊。走啦。找到了。看着呢。你看好了，认真点儿。所以，这道题是选2B。这答案上写的是4D 呀。不能呀，我这是照着答案讲的呀，就是 2B 呀。大姐，你看的是下一题的答案。是吗？我再捋一捋啊。这样的20，那应该是4D。不就你这么叫，你确定我能及格吗？你大晚上耽误我直播的时间，你说拉我过来补课，我这要是再不过，哎，我做鬼我都不放过你。白龙，你还敢吓唬是不是？还来呀？白龙，我跟你讲啊，你再这样，我跟你翻脸啦！这回真不是我，期中考试都过了，大半夜的谁来教室？你谁呀？你给我出来！不是你别紧张，我一会儿过去看看，好吧？那你去。我一会儿过去看看。你现在去。我去。你走。我去。你走。我去。快！我去。快去，快点儿啊！你怎么来了？怕你考试不通过啊！你们一个倒数第2加倒数第1，这样对吗？哎，歧视啊！我先回寝室了，我这觉要睡不好，怎么考都没用。你们好好加油。你给我的笔记本我收到了，谢谢。与其谢我，你不如好好看吧。对了，我跟你说，我画横线的地方一定要好好看，画叉的地方跳过，画圈的地方重复做，知道吧？你看我干嘛？看题啊。哦。搞什么？大晚上还玩 cos？ 张了。走。哎呦，
心情不错呀，看来是明天的补考有谱了呀。果然是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。就知道是你告的密。谁高兴了呀？我又让他气了我一晚上，有什么开心的呀？哎呀，你们两只死鸭子，谁也别嫌谁嘴硬了。还真有人有闲心，为了气你，大半夜的陪你自习啊！哼。哦，翁兰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可能是这2天用脑过度了。哦，哎，那个不是你的笔记本吧？本子是我的呀，可什么时候弄这么大个印子，我可不知道。还挺结实，看着还挺眼熟的。可能是谁无聊做的恶作剧吧？哦，汪兰，你要是觉得身体不舒服的话，就早点休息吧。补考加油 ，fighting！回我，我就毁了你！明晚6点见面，我们也该清算一下。你可以不来，但那样最好先保证你那个正义感十足的小女朋友再也别出门。约哪里？考得怎么样啊？能不能过？当然没问题啦。有苗里那个活百科在呀，我怎么会挂科呢？那我就放心了，终于不会再有人拉着我做题了，太折磨人了。我一直都这么觉得，我脑子这么好使，怎么就没有成为学神呢？今天呀，终于找到源头了。什么？交友不慎。哼，脸皮越来越厚了。苗里去哪儿啊？哦，那个，我今天还有点事儿，你先帮我拿回去啊。忙你的吧，不用太早回来啊。什么事？说吧。苗里，你能不能别老装着这么大义凛然的样子啊？没有任何一个人会一直赢下去，别太猖狂。如果你找我来只想说这些的话，那我走了。想走？没那么容易。我知道你一直看不上我，觉得我哪儿都不如你。不过有一件事，我比你强。我认命，击剑我一直处过认了，娇娇喜欢你，我也认了。今天你把我弄成这样，我还认了。
但是我告诉你，今天也该你认一回了。让！要打就打，你废什么话？小唐，汪澜他人呢？怎么了？你找他干嘛？臭狐狸，你又想干什么？别闹了，这次是正事儿。我打电话他也不接，必须快点找到他。啊？看到了吧？走。抓个女人当挡箭牌，楚良辰，你还真的不辜负我的期望。汪澜，我不想针对你，但这件事你非要管，那就别怪我不顾情面。你有情有义，我总不能不好好招待一下吧？把手里的东西放下！汪澜这次摊上大事了，来不及解释了。小姑奶奶，快点说他在哪儿？他好像跟苗大神走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你等等啊！糟了，小景和苗里在东面的空厂房，他们有危险，很多人围殴他们。臭狐狸，你快去搬救兵，我先去救小姐。我去，神仙办事效率就是高啊！喂，110吗？对，出事了，赶紧来救人！把手里的东西给我放下！谁啊？苗里，你怎么样啊？给我打！当时那根棍子离我的头只有10.01公分，我的心情乱到不知道到底是几分之几秒。我不确定眼前这块木头疙瘩是不是爱我，我只知道我本来就不聪明的脑袋瓜，这下要彻底报销。汪澜，你没事吧？汪澜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你又救了我一次。我那是条件反射。哦。你哦什么呀？对不起啊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就好。警察来了。幸亏没出大事儿，真是不幸中的万幸。我到现在手都还在抖呢。苗里，怎么汪澜每一次遇到你就没好事呢？狐狸，我也觉得很神奇啊。这不都过去了吗？我们都毫发无损呀。就是，
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。哎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想起来了，你是怎么知道他们要出事的？我就一直觉得你有问题，说，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？我就是正好看有人直播，赶巧了。这也有人直播，不会火了吧？没，全是僵尸粉，没几个粉丝。那汪兰，刚才，走吧。我觉得那个救我们的人，可能是我们在度假村看到的那个。奇怪的是，如果他有恶意，为什么要救我们呀？可要是真的是朋友，为什么不现身说清楚呢？这么暗中的跟着，会不会是冲着苗里来的呀？藏头缩尾，他到底打的什么主意？我觉得这件事没这么简单。狐狸说的对，我也觉得这件事儿没那么简单。我觉得这件事第一个要查清楚的就是你狐狸。你老实说，你之前是怎么知道他们要出事的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你少装！要是你没问题，那皓月师叔为什么让我盯着你？盯着他？盯着他干嘛呀？难道狐狸，你真的知道些什么？你一定要告诉我们，如果下次又遇到什么危险，我们未必会像这次这么幸运了。你听见了没？你要是再不说，我和小姐以后都不会理你了。汪兰，你要相信我，我绝对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情。不说清楚，鬼才信。其实，你那天发网上的图片，那个标记是属于涂山的。涂山？涂山是什么东西？涂山就是狐族的家北。狐族？哦，合着说到底还是跟你们狐族脱不开关系。哼，果然，你们狐族到底想干什么？不行，你得跟我去见师傅。哎，放手！狐族又不是全是坏人，也有好人的好吧？再说了，我怎么可能会伤害汪兰呢？小桃，我相信狐狸。你说那个给我们标记的人是故意留给我的，为什么呀？反正不管那个人是敌是友，是什么东西，现在形势混乱，汪兰，你以后还是不要再离开学校了吧。苗大神，我们也得把他给看住了。嗯。你的行囊很轻，却说去远行，背着一小片梦境和壮阔的心，擦肩而过几个背影，也路过几处风景，走啊走啊曾经，走啊走啊不停。你要在静谧森林，在喧嚣人群，收集着话语芳心，也细数叹息。谁的儿时虽不年轻，是一的当你远行，空荡的行囊里藏下我姓名。天光短，人生长，常向往，常向往，走过的，留下的，是远方，是远方，路中央，梦中央，在流浪，在流浪，挥别的，等待
前路弯弯行。天光短，长相望，走过的，是故乡，路中央，在守望，挥别的，等待的，前路。